羅先生，我睇睇啥啊？阿什麼？哦，今天來是乜嘅咧？是火鍋，是火鍋，就是吃火鍋的意思啊。今天是個火鍋啊，哈，有乜嘅東西咧？肉，我睇睇啥啊？肉，啊，還有哦，有地方有乜嘅咧？有魚嘅。哎，對，錯，有魚嘅老雞肉，還有雞卵，好，過來哦，麵，啊，地方有乜嘅咧？金針菇，還有乜嘅咧？果喱菜，還有泰白菜係嘛？哦，只不過紅派哦，呢啲是個火鍋，食材凍紅派。耶，走嚟啦！